市府观光旅游局为进一步推广台南特色的伴手礼，甲着优质的店家，将透过旅游服务中心设置推广专区，打造兼具展示甲着销售的行销通路。商品的内容丰富，涵盖特色的小食、糕饼、甜点、咖啡、茶甲饮料，甲着用心的补品等。17号上午，伫市府来召开宣传的记者会。台南有足好的伴手礼，毋过知影台南有10个旅游中心的人真正真少，毋过咱逐个10个旅游中心有18万人的，拢会让来咱台南的旅游中心参观兼问代志。咱即个结合咱的伴手礼兼咱的旅游中心，希望甲咱18万的人次的即个游客，会当带来即个买伴手礼。咱即个伴手礼中心来进入咱即个旅游服务中心是一个真好的工作，希望咱透过旅游中心的服务，增加咱的伴手礼的买卖销售的管道。出席的贵宾除了有中央甲着地方的民意代表，还有业者厂商，以及着各观光相关的工协会。即届总共精选有25间的伴手礼店家，30款的特色商品。首先，将要选伫台南火车站。甲着高铁台南站的旅游服务中心来试办，透过伴手礼推广专区的设置，互台南旅游服务中心毋定强化服务的功能，更加成为台南市伴手礼品牌展示，甲着拓展通路的重要平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